大家好，我係通乾宮嘅老表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款喺泰國非常出名嘅聖物，就係由大城府一代聖僧，亦被譽為19大聖僧之首嘅屈不考龍婆添師傅喺2551年親自督造嘅士華利之心符珠。先講到用料咧，呢粒符珠咧用料可以話係非常之珍貴。佢係用咗龍婆添師傅食過嘅檳榔渣、師傅嘅舊經粉、蜂蜜同埋香蕉咧混合而成嘅。但係咧符珠明明係必打法相，但係點解又叫士華利之心呢？係因為背面咧有師傅親刻上嘅士華利符印 Natchalini， 好幫你提升你嘅人緣運，同埋更易得到貴人嘅賞識。龍婆添師傅咧生前咧被譽為人緣嘅至尊，所以無論你係想旺人緣、旺財運定係旺生意咧，呢粒符珠咧都係非常之啱戴嘅。而我手上呢一件咧更加拎到撒瑪宮大賽嘅第1名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，不妨聯絡我哋。想知道更多泰國聖物資訊，記得 follow 我哋通乾宮。